边。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边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边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如此爱的真理，你用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使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神为我道路，或者是神为我生命，在这地献上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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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我之处，我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照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可以吗？尾句。对，要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今天聚集是奉你的名，主，因为这是欢庆你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恳求你就降临在我们中间，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借用你的双手，活着不是凭眼见，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道，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这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也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跟你旁边的人说，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也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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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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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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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也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掌声归给我们的主。之中你伸出的手拉住我，求主居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远处握住，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允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边的星星刚强壮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主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所以等一下呢，当你唱到“不”这个字的时候，借我你的手指头摇一摇，我们不动摇。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的手拉住
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有行在水面的信心，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有这样不动摇的信心，我们会在每一个上帝所呼召我们的地方，向他献上敬拜。主温柔的神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使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行走的时候，成为我道路；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在这地献上敬拜。在我行走的时候，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在这地献上敬
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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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亲爱的父神，你是信实公义的主，我们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应该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愿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和意念，在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依然坚定的依靠你，跟随你，紧紧的抓住你。在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依然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呼求。而在你呼召我们的地方，我们要献上敬拜。愿你的爱持续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领受你的恩典和温暖的爱。谢谢你牵引我们走每一步路，愿从你而来的平静安稳与众人同在。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念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谢谢。好，接下来报告。那我来报告。第一点，今天是客家宣教中心琼林教会来本堂进行建堂募款。那我们也谢谢黄伟伦牧师，等一下为我们带来见证跟分享。那请大家关心一下琼林教会建堂，那并为他们的建堂所遇到的困难进行关心跟带祷。那第二点，今天主日。知美牧师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圣礼典，并召开小会。那第三点，6月24号星期二，北中议会2位牧师及代议长老会去世林教会参与。第四点，这礼拜五宣道部举行的社区关怀祭典春季班已经要结业，那到时候会有感恩餐会。那学员跟志工总共103人，那非常感谢所有的教会志工可以这么辛苦的带领这么多人，让这么多这社区未信主的人可以一同来教会，无论是互动，然后让自己更健康，还是让这些比较年长的长辈能够不要都待在家里，出来跟好邻居们有一些互动，其实对他们心理、生理都是健康很多的。那另外秋季班也已经额满，就是可以感觉到，就是真的是做得很好，大家真是好评不断，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奉献，或者是有心要帮忙的，也可以去献身，就是献出自己的心力。那9月会陆续开课，大家再关心带祷。下主日6月29号是上半年的福音主日，会邀请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简英慧老师
带来信仰见证。所以到时候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想要邀请亲友来参加的，也欢迎到时候一起来敬拜。那下主日是禾堂礼拜，在爱餐后会进行全教会大扫除。那请各团契会长可能会收到那个安排，就是你们要负责哪个区域。那请大家再留意到时候分配的区域。然后下周6月29到7月3号干事休假，所以到时候教会的事情可能会有紧急的事情可能要联络牧师，那其他的可能就等干事回来再安排。第8点，7月5号星期六早上10点会召开长职会，下午2点到5点会有长职培训会，那请长职留意。第9点，因为已经6月了，那请各团契的会计财务可以先整理一下账务，以利7月查账委员查账。那查账委员他们都非常辛苦，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会计出身的，所以做的东西难免良莠不齐，所以大家尽量互相一下，就是让他们可以不要那么辛苦。第10点，2025年第3季的新眼光读经已经送达，那在1楼有需要可以自行取用。接下来团契消息，7月份松年团契放暑假，好像还不错啊，都跟学生一样，蛮开心的感觉，个人蛮羡慕的。好，第2点，7月12星期六下午3点，妇女团聚会内容是张映玉姐妹她会分享。然后教界消息，本主日下午3点，永和教会曾经是建成子会举行社教70周年感恩礼拜，那我们牧长也会参加并致辞。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特别宣传一下，也不是特别宣传，因为请大家特别关心一下我们少年团契的契友林子爱姐妹，她今天下午要面试大学，那希望大家可以关心一下，并为她祷告，希望她可以正常发挥，就是能够把她平常准备的东西可以好好展现出来，让她就是有一个好的学校。好，接下来奉献明细，我们请大家自行检核。那如果有不一样错误的地方，可以再跟干事汇报。那我们之后下礼拜会刊物。下一个我们奉献，请司线的同工。好，那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又一个礼拜带领我们一起到这边来。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但你仍然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走在你信仰的道路中。主啊，就如同今天诗歌讲到，求你赐给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心。虽然我们很常在顺境的时候就忘记了你，在逆境的时候才会回想到你，却又担心自己信心不足，是否会得到你的喜悦。但你告诉我们，就是要好坚定不移的走在你的道路中。那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行走在水上的信心，来面对这一切，不管是学业、事业、工作上，或是人际关系的困扰，求你也都亲自带领我们，赐我们智慧。那现在我们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你悦纳。最后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6到15节。那我来念。第6节，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特罗亚去。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第10节，保罗既看到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我们从特罗亚开船，直行驶到萨摩特拉。第2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第13节，在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在听着，主就开导他的心，使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都领了洗，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心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他坚决请我们留下。好，今天的圣经节到这边，接下来正道，我们请黄伟伦牧师带来正道的题目是一路顺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子爱下午要面试是吧？子爱有在这里吗？没有，我刚认识子爱的时候就很小这样。我跟知美牧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们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就看过子爱。然后那个时候子瑜有在吗？子瑜那个时候，好 ，OK， 好，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而已。哇，这时间过得很快哦。今天这个主题啊，就是关于方向跟关于选择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就是电视上画面有人在旅行的时候，他没有目的，所以他到一个岔路的时候，他就把木杖插着，放手，往哪边倒他就往哪边去。有看过这个吗？可能比较老的电视。OK， 那总之无论如何，圣经当中怎么寻求神的心意？除非神亲自对人说话，不然圣经当中我们常看到2种寻求神的心意，旧约啦2种方法。第一种是祭司的胸口里面放什么？2颗石头，一黑一白，叫什么？乌灵跟土民。他们问上帝事情，问完说：“上帝，这是你的心意吗？”然后就拿伸进去抽出来，对不对？这跟拔杯其实差不多啦，就是问哪个到底是你的心意。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是抽签。抽签在旧约有2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用抽签。第一个是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怎么分地？看谁拳头大谁先选，是这样的吗？各位不是，他们抽签。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用抽签来找到上帝的心意。而接着下来，他们进到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后来是祭司们要排班进去服侍，因为想到那个祭司竟然多到要抽签，看谁什么时候进去服侍了哈。那一直到后来，圣经最后一次记载抽签，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圣经最后一次记载抽签是耶稣升天以后，他的12个门徒，那个时候其实只有11个啦，因为犹大已经不在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要找出下一个来接替犹大做服侍的人。那个时候是他们最后一次抽签来决定事情了。可是到了今天，各位，教会原则上不太会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了哦。你们想想看，下一次开会员合会的时候，牧师就拿一个签筒来，我们今天来决定谁是执事，我有点刺激，对不对？对，有会员级的都在这里面哦。然后抽完之后，来抽长老，很可怕。然后在下一个阶段，我们来决定一下明年度敬拜团的预算有多少。你们100万、200万、300万，然后看一下待会要抽到哪一支可以用多少。各位，今天原则上我们不会再这样决定事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深信圣灵已经在我们的中间，他带领我们
在祷告当中去寻求上帝所要带领我们的方向。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可是，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会问说，上帝啊，到底是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就像子爱下午要去考试，我们的求学过程当中、生活过程当中，有时候考试啊，考到大学一间就算了哦，如果有好几间，我很煎熬哎。主啊，这几个志愿我都是有感动的，哪一个才是你所喜悦的道路？工作一样啊，好几间他都给你回应的，你要选哪一间？我想这个时候是我们会去回去疑问的哦。做生意的人也一样啊，要不要那个叫什么？要不要创业？哦，然后创业到一个程度之后，要拓展版图，还是维持现状就好？到底哪一个才是上帝的旨意？哪一个才是上帝对我的命定？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经历选择的时候都会遇到的疑问。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选择，然后如果走了一段路，突然觉得不太顺，哇，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主啊，还是我当时弄错你的心意了，是不是其实我误会了？那从信仰的角度，有时候我们也可能提出一个问题啊，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才是上帝给我们的意向？我想我们如果有机会去问不同的教会，我们都可以得到一样的答案哦。大家说你有什么意向？我说我们要领人归主，让礼拜堂坐满满的人。对，这些都正确，因为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这样子嘛。可是我们要去哪里？用什么管道去？用什么方法来做？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在讲到保罗他们一行人在第二次的宣教旅行之后不久所发生的事情哦。但我们要从前一段经文来看一件事情哦，就是这是他们在第15章的地方啊，他们说过了些日子，保罗跟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教主道的各城，来去看看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好不好。这是他们的计划。他们这次的旅行目标很明确哦，我们这一轮就是要去看看之前的那些弟兄姐妹状况好不好，然后也去宣教，这是他们的大目标是这样子。可是他们就出发没多久，他们就开始出发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在路斯德这个地方遇到一个很重要的人，他们队伍加入一个新的同工，就是后来被保罗称作为属灵儿子的谁？提摩太，对不对？提摩太，所以你就发现他们出发之后开始建立一个很好的团队哦。可以说他们准备接下来的路上要被上帝大大的使用，要大大兴旺上帝的福音，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来，各位有意思的事情是，圣灵这个字，不论是在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的原文，这个字圣灵它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是风。是风，所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成万事俱备，只欠怎样？圣灵来动工啊！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是我们刚读的经文啊，很困顿啊。他们没有想到，当圣灵的风一吹起来的时候，一下是不让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一下是不准他们去庇推尼宣教，他们的整个计划都被打乱，原先安排的都没有办法执行。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有个宣教计划，有一个去街头布道的计划，上街之后突然跑过来说，不行哦，不可以这样子哦，然后或者是各种阻拦、各种天灾人祸、怪怪的事情阻挡我们的时候，我相信有时候会让我们怀疑。会让我们觉得困顿，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有恶者的攻击，对不对？好像有一股力量把他们他们就这样一直推，从小亚细亚一直往欧洲那个方向推，所以他们就这样后来绕过美西亚，一直去到亚洲的边界，叫做特罗亚，然后他们就在特罗亚住了一个晚上，在夜间，保罗就看到一个马其顿人，那这个马其顿人就跟保罗讲说：“你们来传福音，让我们马其顿人可以领受福音。”所以他们整个宣教团队就一起领受了这个意向，他们动身前往马其顿。在这边可能要知道一个地理特征哦，特罗亚是一个海港。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要搭船的话，那个船不是像那个巴黎到淡水这样短短的而已，它有很长一段，而且那个航线是，如果在冬季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航行，那是会停止路线的哦。所以他们必须考虑到季节。那换一个角度，我觉得突然换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才发现上帝把他们推，他们有他们的计划，可是上帝的计划是你们现在就给我去怎样去搭船。因为我要你们现在就去到马其顿那个地方，所以上帝不要让他们停留，也不要让他们绕一个很大的路。上帝要他们现在就去赶上他的风，然
然后他们就一路都没有停留，被圣灵的风一直吹到特罗亚。然后他们在特罗亚那一晚上听到上帝的呼召之后，他们又顺从上帝在异象里的带领，所以上帝就为他们预备了对他们有利的风，是风，也是圣灵，是圣灵，也是风，所以他们就一路顺着风，就是一路顺着圣灵的带领，用最快的速度，在2天之内就航行了大概150里的距离，来到新的宣教地点，把救恩带到马其顿，展开一个跨越性的宣教。哎呀，这是保罗他们所经过的路啊。那到了马其顿的第一个意义是什么？这是上帝第一次差派使徒到欧洲的宣教。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马其顿是一个，刚刚我们读到经文读到什么？它是一个殖民区，没错，这个新的译本就写的比较直接了，那是一个殖民区，是他们的殖民地这样子，所以他们到这个地方虽然还没有在罗马的境内，可是他们已经到了罗马很重要的一个驻防城，这也是东西向的道路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城，所以福音还没有进到罗马本土哦，可是福音已经开始进入到罗马的重要城市了。然后接着呢，他们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住了几天。那当然他们不可能没事住在那边，或住在那边不做什么，是不可能啊。他们就到处去做福音的工作。那你要知道保罗到哪里工作都有一个特质，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很有学问，他是一个犹太人法利赛人。他后来被耶稣触摸到，他相信福音，被福音翻转之后，他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跟他所有的犹大弟兄姐妹说：我们过去读旧约一直在等着上帝来了，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被我们当作没有价值的人给他钉死，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复活，他告诉我他就是真神，所以我们一起来信他。所以保罗到每个地方都在做这样的宣教工作，所以他到这个腓立比一样啊，在这个地方一样做这样的事，就到处去寻找犹太人的会堂。可是很显然他们没有找到犹太人的会堂，但他们听说到在那边有一个河边，每个主日都会有一群人在那个地方聚集祷告，所以保罗他们就在安息日的时候就去到那个地方啊，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保罗也在那个地方就对他们来讲道。那其中他们在那边遇到一个很重要的女性角色，叫什么名字？吕迪亚，叫做吕迪亚。他遇到了吕迪亚，吕迪亚是从亚细亚那边一个很有名做贸易的城市推亚推拉来的。他在那个地方，他说什么卖紫色布匹。你知道今天有人穿紫色衣服吗？紫色衣服啊，有，今天穿紫色衣服已经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可是记得哦，紫色衣服在耶稣那个时代象征什么？地位、贵族，因为紫色染料很稀有啊，在那个时候可以穿紫色衣服就不简单啊，可以卖紫色布匹，就差不多是他在怎样，就好像今天是专门在代理 LV、香奈儿之类的人，你就知道吕迪亚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人了。然后按照经文的记载，他是已经领受犹太教的信仰。可是当他在聆听保罗的信息的时候，真的主的灵就开了他的心，就好像当时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被光照到一样，在那一刻他就相信了耶稣基督。然后随后我们经文看到他和他一家人都受洗了，就是他自己受洗，而且他不是自己而已，他是很有影响力的一家之主哦，所以他不止受洗，自己受洗，他把整家人通通都带到保罗这里来接受洗礼了。所以你看，福音到这个地方已经从种族的这个民族的层面开始进展到这个性别的层面。所以保罗第一次在欧洲传福音信主的对象是一位妇人。那当然对今天我们来讲说，这没有什么好惊讶，我们会堂当中这么多姐妹，今天也有女性的执事、长老、牧师，不是吗？但是在2000年前呢，以那个时代女性的地位来讲，像保罗这样子的犹太领袖，在聚会当中向一群妇女讲道，然后承认他们的敬拜是上帝所喜悦的，承认他们跟男性一样有得救的权利的时候，这对当时其实是非常的前卫、非常突破的事情。所以其实保罗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是不断的被上帝来使用，突破他们的眼界，突破他们的想法，突破他们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保罗他们刚开始出发的时候，他们的计划是送到上帝的主导的。他们
不是我乱讲的。刚经文讲什么？耶稣的灵不准我们在这里讲道，上帝的灵不要我们在这边宣教，是上帝在阻挡他们的工作，不代表他们的计划是错的哦，或者是上帝不喜悦的。我相信保罗他们在出发前一定用他们的心力来计划。我相信他们一定一群同工在一起，我们好好的敬拜，好好的读上帝的话，我们好好的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可只是当他们在出发之后，上帝有一个更大的心意，要带领他们去成就超过他们所能够想象的事情。我跟知美牧师同班同学嘛，刚刚有讲到，对，我们都从台湾神学院毕业。我们以前在神学院有一个老师哦，他有个比喻叫做落叶随风，有听过吗？它树，然后上面有树枝，然后树枝上面有树叶嘛。落叶随风这个比喻就是讲说，有时候我们人呐，就很像那个树枝上面的树叶啊，可能都已经枯掉，但是就还是没有断这样。那大风吹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舍不得，或者是不敢放手的时候，就很像那个树叶硬要挂在树枝上，然后风出来就上面一直摇，然后就一直摇也不动这样，然后不停的摇转啊转，然后不停的挣扎。可是当我们手放开的那一刻，这一片原本挂在树枝上挣扎的树叶就从树枝上掉下来，然后就顺着风来飞翔。那在那一刻呢，不会飞的叶子就会因为风而飞起来，而同时那个没有办法被看见的风，就会因为树叶飞行的痕迹而被人看见。这个就是保罗他们的经历。当上帝对他们的带领跟他们的计划不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挣扎，他们就放手，上帝就带领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成就了他们自己所想象不到的事情。而在他们的顺服当中，也向世人见证了那一位看不见的圣灵如何使用相信他的人来工作。所以有人会说使徒行传是什么？圣灵行传嘛，有人会这样讲嘛？我们就与其是在看使徒的经历，不如说我们是透过使徒的经历来看见圣灵如何工作。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圣经真的一直都在每一个人对我们说话。你看我们在看保罗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不只是他们的宣教旅程，也是我们的生命跟信仰的旅程。我们所走的路难免会遇到选择，难免会遇到困难，也会遇到需要停下脚步的事情。要从这经文，我觉得鼓励我们去看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让我们去体会上帝心意的时候，是让我们停下来去问上帝说：主啊，你要带领我们去经历什么的时候。而有时候我们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外在，但有的时候也会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有时候上帝在挑战我们有信心去放手，有信心去依靠他。有时候上帝好像在挖我们过去的伤口，但是他正在进行什么？他在拆毁，他在重新建造，他在医治，在恢复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生命跟信仰的旅程真的是没有所谓的标准模式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有时候会走得很顺利，那有的时候也会停顿。但重点在于，停顿跟顺利没有对错之分。当然，以一个做计划的人的角度会讲说，顺利叫做成功，停顿叫做失败啊。但是如果以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更需要问上帝的事情：主啊，那眼前的每一步，你这位信实的上帝，良善慈爱的上帝，你正在带领我们经历什么？我相信在基督里面，没有路会是白走的。每一步路，每一个选择，都有上帝他自己的心意。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可以像保罗他们那样子，勇敢踏出新的步伐，然后边求问上帝，然后也求圣灵赏赐给我们信心。听到了，就顺服上帝的带领。这也是琼林教会以及我的母会六家教会正在走的路。这琼林教会是一个刚开拓，去年8月才成立的教会。那我分享我们的事工就是好 OK，
琼林教会的母会叫六家教会，你知道六家有听过六家这个地方吗？新竹高铁站就在六家，那里本来是个荒芜的地方，在这10几年来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哦。我们母会是六家教会哈，那六家教会他邀请我来参与开拓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开始问教会哈，就是想要知道教会的历史，知道教会他们开拓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看到一群被上帝使用，然后对上帝很有信心的同工哈。六家教会是2004年设立的2004年9月5号设立的教会，所以到今年才21岁而已，这样很年轻，可是已经开拓一间教会了，非常的有信心哦。在2021年的时候，10月2号领受了开拓的意向，但是这个意向其实遇到一个阻挠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六家教会母会六家教会原本是想要扩建因为教会已经坐满人。教会旁边还有一块地，他说我们不然把它买下来扩建好了。所以在某个礼拜天下午，我们就开会就说决定要花多少钱买隔壁那一块地，都讨论好了然后隔天就派了代表去跟那个地主讲说我们要买那块地地主就讲说不好意思礼拜6已经卖掉了这样。哇，我听到有够挫折，怎么会这样？我们都已经开会讨论好了，是上帝感动我们的这样结果竟然已经卖掉了，所以回来就祷告怎么办？祷告主怎么会这样子上帝说去开拓就去开拓然后所以那个时候10月2号就领受了开拓的意向。那一直到2022年上半年度就开拓小组正式成立到6月12号的时候在会员合会通过，那个时候是台湾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般人讲说哇这个时候我们就保持原状就好，不要动了可是上帝真的给同工们很有信心的说那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仍然要去开拓这样所以后来就找说到底要找哪里去开拓呢？就找到这个地方，找到像我们这个荧幕上这个十字架的位置就是我们教会所在的位置。那这个灰色的地方就是琼林的旧社区就是琼林这个地方其实人口很稀疏，但是唯独我们所在的那个琼林村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然后旁边那2个绿色的地方就是从化区，因为竹北已经住满了，所以很多人开始搬到琼林这个地方来那教会就看到说，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有感动，就说那我们就在邻近的乡镇在琼林，我们在这边开拓教会那所以我就2023年的2月1号到任，然后就开始参与这个工作就到任两天之后去交屋去把那个房子接下来，然后我们就开始设计讨论一直到8月22号跟这个工程行签约那当个礼拜6我们就开始开工礼拜，然后就开始建堂了这样那我们这个改建呢，你看这个老房子，因为我们是买了一个老房子再改建那把它拆旧的都要拆掉然后这个有天井我那个时候去工地上下楼梯就是这种梯子，然后走来走去，很像玩麦块，你知道吗？就这样去这样跑那不小心会掉下去所以我就跑去工地里面监工去看这样子。那慢慢的改慢慢的建，然后后来就慢慢是做礼拜堂的时候施工前后对比，这我们原本房子1楼的样子那施工之后变礼拜堂然后2楼的样子然后现在是儿童聚会的地方，然后这个是原本旧的那个灶咖那我们就把它改建成为我们现在新的楼梯跟厕所的空间，茶水的地方2楼就改变的地方，然后原本的后门就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厨房了，这样子就是上帝带领我们一起做了这个改变这是过程不容易，因为这是老房子，是前后连在一起很长的房子前后都有楼梯那很难用所以我们就把楼梯都敲掉，重新整合大家就一起讨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学习了一些建筑知识，跟政府连接的地方，过户了什么有的没的各样东西。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团队服事的学习。我跟同工们一起开会，一起凝聚共识，一起努力互相成全。什么叫互相成全？有的时候他这样想，他这样想，但是我们要一起成全，而且是一起承担我们所做的决定。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这样的过程。那在开拓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接到邀请说来参与这个开拓的时候，我就去读了一本书，就是琼林乡公所出版的《琼林乡志》。那我就读已经读到宗教这个篇章的时候，你知道基督教被归类在哪里吗？外来宗教。
啊，这果然是这个传统农村啊，这外来宗教哈。那他结论这样写哈，他说：总之，外来宗教无论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在琼林这个典型的传统农业乡村里边，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影响层面自然不大。好，这是教会在琼林这个地方留下来的历史，这样哈。我觉得这个用字遣词当然会让人觉得很可惜啊。好，那很明显就是在这个地方，人们还是不认识上帝。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是觉得这个信仰没有什么样发挥的地方。可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认识的上帝他是万有的源头。所以我深信琼林人要从上帝找到生命的意向跟方向。这是我在那个地方开拓期待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刚刚没有放完呢，我们礼拜堂好，然后这是我们去年圣诞节的布置，这样哈，就是感谢主，我们一起有一个很棒的礼拜的地方。好，所以我自己期待在那边哈，这是我所领受的，就是要建造一个健康的生命、家庭跟教会，让人人都可以遇见上帝，遇见耶稣，不管是学生出社会。然后成立家庭，当父母，或者是各个阶段都能够遇见耶稣，领受上帝的恩典，也成为耶稣的门徒，按着生命的不同跟恩赐的不同，让每个人都可以服侍上帝，见证上帝的荣耀。这期待在那个地方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些聚会的照片那最早我自己在那边租的牧师馆教会租给我的牧师馆，我们就开始在那边小组，然后。你们看到他比的手势是什么吗？6，因为我们是什么6家教会，超好比的。他每次拍的时候就比一个6这样然后好，这是客语读经班。我本身是客家人，有没有这里有客家人吗？客家，我本身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参与我们在那个聚会里边，我们是用客语唱诗歌，用客语读圣经，再用客语来讲解圣经是一个全客语的聚会在那个地方接触客家人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去报佳音，然后在街上，在超市里面，跟大家分享主耶稣的降生的好消息，那这是我们去年在我住的地方第一次开始礼拜，在客厅我们把桌椅摆一摆，就开始礼拜了。那这是第一次礼拜。那一直到去年5月的时候，我们的新堂也算是陆陆续续完成我们就开始搬去新堂来开始我们的礼拜这是我们在那边礼拜。那到去年6月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在那边儿童礼拜就用美必谷的方法带他们一起敬拜玩游戏，然后唱诗歌敬拜上帝就是充满动感这样子。对，好，然后到去年8月就是正式设立我们教会的日子那我们在那一天，我们教会大大小小空间竟然挤了200多人呢，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会议室也直播，然后3楼的教室也直播，然后2楼的副堂礼拜堂，我挤了200人，有点惊讶那到今年5月的时候，这是我们第一次举行洗礼我们一位坚信里的姐妹然后。也有搬到我们社区的姐妹，就是正式涉及加入我们教会。那我们接下来这礼拜6要办的儿童特别活动就是让小朋友就跟社区发这个活动，来我们教会玩游戏然后这样，就期待大家都有机会踏进教会，然后对教会不陌生有机会领受福音，那是更美好的事情这样然后我们下半年度也都还有一些社区讲座因为我牧师娘以前在那个 NGO 叫什么生产改革联盟吗？忘了，他以前就跟性别有关的工作了所以他办了2场讲座。他本身也是就是考到照就是心理咨商师的这样所以他就一些规划了一些对社区有帮助的聚会这样那再来就是那再来就是这个我们在经费上的需求，我们买房子花了1310万，整修加设备花了930万那合计有2240万花了这么多钱然后资金缺口到目前还有1584万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一路走来是有很多恩典的。那个时候我自己还在用我们的牧师馆当开始小组的时候就有人帮我牵线说有教会他们要换圣经你们要不要？我就说好那我们要我就跟对方牧师联系联系完就说好，那就请你们寄来给我们咯，谢谢这样然后牧师挂电话前就突然讲了一句你们还有什么需求吗？
我心里就想说啊，我就欠经费了这样子。可是我后来想说，我们已经开始要小组了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有投影设备，那会是最好的事情。那当天晚上他就传讯语跟我讲说，牧师，我们长执会已经通过了，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开拓，就是支持你们开拓，然后我们要愿意为你们奉献投影机、布幕、谱架这样，我就是超开心的。然后开始跟我们讨论说，你们要什么样的规格啊？要流明度啊，然后距离啊多大啊？要那个解析度多少这样子？我觉得很感动啊！上帝真的一直带领我们，然后也一直陆陆续续有教会、有单位过来关心、为我们奉献哦。所以我讲最近的哦，过去很多就不讲了，讲那个我3月去为台南神学院募款，我去一间教会讲道，为神学院募款啊。礼拜结束之后，我从讲台走下来。就有一个长辈走向我，拿了一包奉献给我，为琼林教会奉献。我觉得超有趣的，就是我去为神学院募款，可是当我下台的时候，竟然有人为我们教会奉献。我觉得我要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上帝真的一直在工作，他真的一直与我们同在。我连去村里的牙医是那个古亭教会的长老在琼林村里面开了一间牙医，我去看牙医，看完了之后，他也拿了一包奉献，说牧师这个为你们教会奉献。很多很小的事情，上帝他一直告诉我们，我与你们同在，我带领你们，我陪伴你们。所以很多的关心，很多的奉献，都让我们体会到上帝是信实的，他一直与我们同行。那所以回到我刚刚在讲保罗他们跟圣灵同行的故事里面，我相信同一位上帝，今天他也同样在带领着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有琼林教会哦，是所有上帝的教会。上帝今天要继续使用所有的教会，成为这片土地上的祝福。而且不是只有琼林教会，我觉得其实每一间教会都是宣教者，也都是开拓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理解？因为我们都要在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时代处境当中，领受上帝的带领，来做新的事情。那各位，当我们有机会进到所谓的校园、进到职场里面宣教的时候，我们不都是开拓者，不都是宣教者吗？我们不都在寻找上帝的感动，找到新的方法往前走吗？所以保罗他们所经过的道路，让我们相信，让我们看见，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用担心成功或者是失败、顺利或者是停顿。当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努力，或者是不用做功课哦。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有对上帝的信心，相信他必带领我们，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也需要打开我们的耳朵，去听见那个马其顿的呼声。我相信上帝在今天也一样要使用我们，去听见我们周遭的生命所发出的呼喊，要使用我们成为生命的陪伴者。他要让我们能够听懂人生命的处境跟生命里的挣扎，上帝也必定会赏赐给教会够用的恩典，赏赐给教会够用的能力，来回应生命的需要，把福音带给人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的生命，主，谢谢你赏赐所应许的圣灵。主，我们知道圣灵不只是保惠师，不只是安慰者、代求者，也是到如今都在带领着我们往前走的上帝。主啊，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祷告，求你提升我们的眼界。主啊，让我们看见在每件事情的背后，你自己都在带领，都在掌权，你正在按着你的良善，按着你的信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往前走。主，我们也求你赏赐我们有跟随你的信心，让我们都成为你所使用的宣教勇士，能够乘着圣灵的风飞翔，能够经历你所预备的丰盛，也能够见证你荣耀的大能。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感受
下平静和安息，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心总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总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不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主啊，无论遭遇何事，主愿我们领受你的信心，依然扬声来歌唱，来敬拜你。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免惊》。求你使用我，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变改，走回改，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哦。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嘿，走回家，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
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交谈联谊，也可以在楼下享用爱餐。